大家好，我係卡哥。你知唔知道香港人點樣去台灣考機車嘅執照呢？台灣嘅機車文化咧好盛行，而且如果喺台灣你唔識得揸機車或者開車嘅話，就真係有啲唔方便。尤其喺台灣嘅中南部又或者郊區嘅地方，我嚟台灣讀書嘅時候喺台南，公車都要等好耐，有時候咧公車亦都唔會停某幾個站。我亦都有試過等公車超過1個半小時左右，之後我就決定咧要去考機車嘅執照。而今日嘅影片咧，我就會教大家去走整個流程，話俾大家聽要注意嘅事項，令到大家可以輕鬆咁樣考執照。首先，我哋嚟睇下需要符合嘅條件同埋需要準備嘅文件。只要年滿18歲，又持有居留證就可以噶啦。而要準備嘅文件有居留證、合格嘅體檢表、3張1寸嘅相、報名費250蚊，執照費200蚊。合格嘅體檢表就需要去到公立嘅醫院、衛生所，又或者監理站委託嘅診所進行檢查。建議首先打電話去問診所係咪會提供執照嘅檢測服務，同埋確認費用。檢測嘅項目包括身高、體重、視力、辨識能力、聽力、四肢嘅活動能力等等。檢測合格之後，佢就會俾一張體檢表你，有效期為1年。體檢完成之後，下一步就係準備筆試啦。監理站嘅官方網呢，都會有提供免費嘅線上模擬考或者題庫嘅手機程式。筆試嘅範圍呢，包括有意外預防、交通法規、急救常識、交通安全意識或者行車安全檢測等等。而題目呢，一共有50題，是非或者選擇題，滿分為100分，85分先至算係合格。但係2026年開始就有機會全面取消是非題，明年考試嘅朋友就要注意一下啦。但係基本上將裏邊嘅題目做多幾次呢，不論係是非題定係選擇題，都可以順利咁通過。而我當時亦都係不斷做呢啲嘅題庫啦，咁而我比較推薦呢，就係呢幾個手機嘅程式，佢哋非常咁貼心會記錄晒測驗嘅記錄啦。你錯嘅題目亦都會幫助你去釐清觀念同埋加強你嘅記憶。而考試之前呢，你可以去到監理站嘅官方網提供嘅線上模擬考，熟悉一下考試時候嘅界面，減少現場摸索嘅時間同埋撳錯嘅機率。接住落嚟就係令人最緊張嘅路試啦。監理站通常都會有提供場地練習，你亦都可以花錢咧去揾訓練班。佢都會有專門嘅教練去到指導。如果你冇機車嘅話，通常監理站呢都可以提供機車嘅租借服務，而機車嘅費用呢就要以現場為主，但只可以借考試嘅時候用，係唔可以借嚟練習噶。所以我就唔建議喺監理站嗰度借機車，除非你對自己好有信心，乜嘢機車呢都可以駕馭就直接上陣。所以我會建議問親友借機車嚟練習，而且係你考試嘅時候會用到嘅機車。基本上台灣嘅朋友知道你要考機車嘅執照啦，佢哋都會好容易咁樣去借俾你，亦都會同時可能會提供到免費嘅教學。但人際關係唔係太好嘅朋友呢，你哋就可能要花一啲錢去報名一啲嘅訓練班。因為咧，佢哋咧一定會提供機車俾你去練習同埋考試用嘅，加上亦都會有導師嘅指導，亦都會安心好多。而我考試咧1年之前就已經有嘗試去開一啲輕型嘅電動車啦，只要時速喺25公里以下咧，就唔需要機車嘅執照，等自己可以熟悉一下路面嘅情況啦。等到正式揸機車嘅時候咧，就唔會太緊張。而考試嘅時候，我就借我妹嘅機車去考試。考試當日就去練習場地練習一下，之後就直接去考啦。而路試滿分為100分，70分算係合格。而扣分嘅項目都好多，包括未依規定戴安全帽、起步或者變換車道嘅時候冇睇到後鏡或者左右睇、交通情況、行駛嘅時候中途熄火、
或者腳掂地等等，而扣分都比較重，一次有可能會扣16分或者8分。而考試嘅項目包括直線平衡駕駛，呢一個係好多人都好怕嘅魔王關卡。行駛嘅時候腳唔可以落地，輪胎亦都唔可以壓線，通過嘅時間唔可以少於7秒，而你只有2次嘅機會。可能我平時就唔係開得好快啦，所以直線7秒呢，我1次就通過啦。而且小技巧就係你油門輕輕咁樣扭，保持低嘅速度，剎車亦唔好太急，就可以想象成你喺一個水溝上面，你要慢慢將你嘅機車帶過去嘅感覺。斑馬慢行人穿越道線，閃雙黃燈嘅時候呢，記得要停止，而前輪呢，亦都唔可以超越停止線。等燈熄滅之後呢，你就可以繼續往前走。如果本身燈冇閃嘅話呢，咁你都要先停車，望一望左右兩邊有冇人，然後再起步。交叉路口黃燈、紅燈嘅時候，記得亦都係喺停止線前面停止。如果冇燈或者係綠燈嘅話，亦都要檢查兩邊，然後再繼續往前走。兩段式轉彎，即係左轉，記得要打方向燈，亦都要確認左右兩邊有冇車。而且入待轉區嘅時候，記得要減速。轉換車道，記得需要打方向燈，亦都要睇倒後鏡同埋左右兩邊有冇車。直角轉彎，呢個亦都係一個挑戰嚟嘅。當時我第一次考嘅時候，就係因為呢一個我唔小心腳掂地唔合格，要重考第2次先成功。而提醒就係記得要打燈同埋要減速。而喺 S 型轉彎嘅時候呢，記得唔好壓線，亦都唔可以熄火。然後中途嘅時候啦，你記得腳唔可以落地。停車再開，需要停車喺停止線前面，然後確認左右有冇車，而且打方向燈之後先至可以通過。鐵路平交道，告示燈響起嘅時候呢，車一定要停喺停止線前面，等警示燈結束之後就可以通過。如果燈冇運作嘅話，你仍然都要停車，檢查下左右兩邊有冇車，你先可以再開。而提醒一下大家啦，進行路試嘅時候，除非你係停車等燈，又或者喺待轉區，如果唔係嘅話咧，行駛嘅途中係唔可以腳落地。如果雙腳落地嘅話，就會即時唔合格。而你只有1次單腳掂地嘅機會。記得每次起步嘅時候都要檢查左右兩邊有冇車，確保考試官一定有睇到，同埋小心唔好打錯方向燈。而筆試、路試你都準備好之後，你就可以網上邊預約啦。而考試名額有限，所以建議咧就提前1個月或者最遲7日之前要完成預約。而預約考試之前呢，佢都要你完成機車危險禁知情景測驗，填寫問卷先至可以進入預約嘅流程。關於呢個機車危險禁知情況測驗流程有5個。首先佢會要你睇5段相關嘅影片，之後就要答題目，最少要答啱4題，然後再睇5個影片嘅分析，最後登錄成績就可以進入預約考試報名嘅頁面。成績登錄之後，有效期為1年，而你可以喺有效期內去到監理嘅服務站嗰度預約考試。而考試當日記得要攜帶準備好嘅文件。第一次考試嘅人呢，都一定要去聽120分鐘嘅免費機車安全駕駛講習，先至可以進行筆試同埋路試㗎。而呢一個呢，係唔需要事先預約嘅，只要你由線上預約報嘅考試啦，咁你去到嘅時候就會安排喺筆試之前進行。就算你既然有汽車嘅執照呢，
第一次去考機車嘅考生都一定要去聽㗎。安全嘅講習啦、筆試啦、路試通過之後呢，恭喜你，你就可以當日去到櫃台交牌照費，之後新鮮熱辣嘅機車嘅執照就可以到你手上，馬上可以去開機車啦。但如果你筆試或者路試其中一樣唔合格嘅話呢，你就要等7日先至可以再去到監理嘅服務網上面重新咁樣去到預約考試。而考試嘅地點呢，可以同前一次唔同，但注意筆試合格嘅成績、安全講習、體檢都只可以保留1年。如果你超過咗1年嘅限期呢，你就要從零開始重新再走一次流程同埋考試。而每次重考一次呢，都要再俾一次相，以提供考試嘅時候合格執照嘅時候使用嘅。另外喺台灣，如果係輕型嘅電動車綠牌，時速喺25公里以下，目前係唔需要機車嘅執照。但係如果係普通重型嘅電動車白牌，時速超過25公里，就需要普通嘅重型機車執照啦。如果你想開白牌嘅電動車呢，記得一定要乖乖地咁樣去考試啦。希望呢一支嘅影片可以幫到所有想喺台灣考機車嘅香港朋友。只要按住流程一步一步咁嚟，加上勤奮嘅練習，大家都可以順利咁樣去考到執照，享受台灣嘅機車生活。但係提醒一下大家嘅就係，台灣嘅交通呢，就連本地人都覺得規劃得好差，所以除咗要遵守交通規則之外，就係唔超速、唔搶快、唔走架。就算呢，你慢到後邊有車撥你都好，你都唔需要緊張，保持自己嘅車速。你可以靠右邊留左邊嘅空間，俾有需要開快車嘅人通過。記得要留意多啲路面嘅情況。呢一次嘅影片就去到呢一度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，亦都歡迎分享俾有需要嘅朋友。如果想知道其他更多嘅資訊，除咗記得 like 同訂閱，亦都歡迎喺影片下面留言，等我知道你哋想知道嘅資訊。我哋下次影片再見啦，拜拜。